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主的圣日，咱做伙来唱歌、来敬拜、来学乐咱的主。好，我听见你听堂的声，因为我可怜。奉献，我要奉献你，听他的这，我要求告你的名，心上更新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想。诗篇63篇第20到第30，咱做伙来读。我嘛安尼伫圣所朝见你，为着爱看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了你。感谢主，每一天的保守甲带领。受赐咱无比的疼痛甲丰盛的救恩。上帝是创造世界甲生命的主宰，受赐咱美好的万物甲一切所有的需要。感谢主的慈爱永远甲咱同在，咱做伙来祈祷。为着家己来祈祷，求上帝安静咱的心思意念，安静咱，求圣神引带咱专心来到伊的面前，交托咱的忧愁、痛苦甲悲伤，原谅咱，互咱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愿圣神开咱的心，轻轻听主的声音。咱做伙来祈祷，为着家己来祈祷。我要对你的圣所，我要对你的圣所要求恳求。我
着咱的长辈的身体健康、出入拢平安，为着囡仔的学习甲信仰的成长，为着身体有病痛、心灵软弱的亲人来祈祷，求主保守咱伫工作、读册、生活中拢真做更加样，甲人有合睦的关系。咱做伙开嘴来，为着家庭与生活来祈祷。阿爸爸上帝，你是创造万美的主宰，你是我生命中的君王，我要来学了你。感谢你每一天的陪伴、保守甲带领。你的疼痛比山较悬，比海较深。若是有做你无欢喜的代志，恳求你原谅甲帮助我。圣神，请你来。请你来光照阮的心，互阮活靠你，认真来领受圣经的真理，轻轻听你的声音。阿爸爸上帝，阮恳求你看顾阮家庭中的长辈甲囡仔，无论是伫倒位，拢平安健康。阮嘛为着家庭、教会中身体有病痛、心灵软弱的亲朋朋友来祈祷。恳求上帝医治甲帮助，收拾快乐甲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性命来求，阿门。我要对你的圣手亚手，咱做伙来唱。我要对你的圣手亚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为着教会甲主日礼拜来祈祷，为着牧师，为着长子甲所有的服侍同工，求主使用咱教会加做社区的祝福，求主赏赐搁较侪较无学乐的灵，充满伫今仔日的礼拜中，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互逐项的服侍甲敬拜，拢归荣耀互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为着咱的城市甲国家来祈祷，恳求上帝掌管伫台湾这个土地，政府会当体谅听到百姓的声音，社会会当帮助生活中有困难的人，愿心心相似合一的心，互正教会彼此结连，同心敬拜，甲传扬福音。咱做伙为着咱的城市、咱的国家。咱爱的这块土地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大大的恩典，甲祝福伫富强教会，恳求你保守三位牧师、教会的长老甲执事，以及所有的服侍同工，互因伫服侍的过程中有教育的快乐。有智慧，阁有信心的带领，恳求主兴起阮富强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无论是伫家庭、学校、公司、教会中，每一个人拢真做光甲阳，彼此相挺，勇敢传福音，真做祝福。恳求上帝光照台湾，政府会当听到百姓的声音。帮助生活中遇到困难的人，主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荣耀的君王，求你掌管伫阮的国家，掌管伫这个世界的未来，恳求信心兴起台湾的正教会，彼此结连，有合一的心，同心敬拜，
做伙为着福音来行。阿爸的上帝，我要对你的圣所耶稣恳求，愿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的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主，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敬拜阿拉上帝，因为耶稣，咱心内有平安，咱将生命中一切的代志拢交给伊，单单我可以，咱做伙来阿拉主，做伙来透早起来阿拉主，透早起来阿拉主，透早起来。早起来，阿拉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阿拉主，透早起来，阿拉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大声学了你的慈爱，因为你捌做我的关怀，伫患难的时，患难的你做我得胜的所在。透早起来，透早起来，咱来学了主，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Allah
主，主耶稣是咱生命中的主宰，是荣耀的君王。咱搁一摆邀请主耶稣来到咱的中间，咱做伙同心敬拜，称颂伊的生命。咱来欢迎君王降临，宇宙的主宰，宇宙的主宰耶稣，世界的主宰耶稣，万物拢出自你，小天地归乎你，你是荣耀君王。宇宙的主宰耶稣，宇宙的主宰耶稣，世界的主宰。
信息308首，愿要唱歌来学乐。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对主来所在，地上你的大海，愿要唱歌无人知。有丰盛的主爱，伊的信息到万代，愿要唱歌无人知。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信息亲密的听。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信息管理的名。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送你的上帝。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传领传地上的。对主来所在，地上你的大海，愿要唱歌无人知。有丰盛的主爱，伊的信息到万代，愿要唱歌无人知。哈利路亚！阮感谢俄勒天顶的主，阮的上帝。阮大家要唱歌来俄勒，我们来俄勒上帝你奇妙的听。对日出的所在到日落的大海，阮拢要学勒你。是你上帝你创造这个美丽宇宙，创造这个美丽世界，我通伫遐来生活，来经验着上帝你丰丰富富的享受。主啊，感谢你，互阮日子经过。这个暑假已经要结束，阮真多的学生，真多的青年要搁转去到学校来接受新的时期的学习。也阮时间的进化，阮也知影上帝你的听，拢继续甲阮同在。所以，阮伫这个主日，大家主日到上帝你的宝座前，阮同心学乐，同心敬拜，同心祈祷。同心较无仰望主你的话，愿被上帝亲自应允赐福，伫阮每一个较无到主你面前的兄弟姊妹，也互阮谦卑的心，拍开阮的心，来明白上帝你奇妙圣经的教示。感谢你，愿这个礼拜荣耀拢归于你。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你的愿你的名声，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遮，你的日子就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错阮的日时，就叫阮发现你的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兄弟姊妹，伫咱进行下面的听书牧师做一个欢迎哈。今仔日咱真欢喜，也有对台北哈，伫嘉南会北部大专团契的青年甲带领的孙永顺老师来到咱中间哈，将因少年人敬拜主的热情诗歌见证分享伫咱。咱先来拍拍欢迎咱的大专团契哈，谢谢谢谢，感谢主。好，请坐请坐。大专团契因大部分是真侪咱南部去的大学生，就是嘉南会因真有疼心吼，甲遮的青年出外的青年招呼做伙，互因真有一个台北的家庭共款做伙，会当伫遐来安心学习课业，也会当伫遐真有一个大家庭做伙来栽培照顾因的信仰吼，是感谢主。第二项，咱
小等的，咱即个讲道后，吟诗回应诗了后，咱有一个异地祈祷的时间。我欢迎咱兄弟5楼、4楼的兄弟，你备办心，咱用较无的心要求主施落伊的恩典、新热甲异地伫咱中间。咱也要请敬拜团，咱的即个带导团队，同工备办好，咱奉主的名来为着因做服侍祈祷。咱请兄弟小等的讲道后，咱有一个祈祷的时间，咱大家备办心。咱个时间到啊，咱释会。启应，咱三界来启应。启文63篇，希伯来书第11章，我来启，会众来应。信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对信，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对信，也必比该阮上较好的祭物互上帝。虽然阿伯已经死，对是因拢无经命死，受煞去上帝遐。因拢受煞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对信，那对还未看到的事，有请上帝警告。对这个信，一定世间人的罪。对信，也要呐喊受雕，去伫要承受做产业的地的时。这个人通过伊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这个安排。祈祷，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坐伫宝座顶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们全心全意向你献上感谢甲学乐，帮助阮用心灵甲心识来敬拜你。主，你是丰盛甲稳定的源头，你手所创造的一切，拢是美好无比。大自然四季变化，日出日落，拢彰显你的智慧甲慈爱。愿诚做你的囡仔，今日享受你手所创造的一切，是何等有福气！感谢主，伫每一日的保守甲引带，无论阮行过关山，也是低山谷，你的慈爱毋捌离开。你用稳定的手扶持阮，互阮有平安。亲爱的天父，你是生命的主，也是医治的神。只是阮将教会内身体有病痛、心理软弱的兄弟，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你大能的手医治因，恢复健康的身体，赐下平安甲安慰，互因活伫你稳定中，每一日拢充满盼望甲喜乐。主啊，我若看见最近天气变化无常，有风台甲地动的发生，求你怜悯台湾，阮特别为受灾害影响的人祈祷。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也
也是安慰人的爸。恳求你伸出慈爱的手，扶持失去家园的人，医治受伤的人，并安慰失去亲人的心灵。主啊，阮为这块土地倾心来祈祷，愿你的疼充满台湾，互这块土地因着你的临在，重新得到平安甲圆满。亲爱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所剩你49年来对富强教会稳定的带领。阮所行的每一步路，拢有你的引带，每一项祝福拢显明你的信息。恳求主祝福你的教会，互富强教会继续行往50许年宣告记号。这个记号就是继续伫台南这个城市为你发光做盐。祝福这块土地，愿主的真理哪根传递遍照，成做福音甲祝福的大出口。愿将今日早起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主的圣手，信心大大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中。透过沈老师所分享的信息，成做阮的提醒甲启示。愿一切荣耀拢归伫你。愿同心献上感谢甲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愿主旨意一家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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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旨意一家的地。救赎上帝话，记载伫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第11到11节，咱做伙来共读。有一遍，耶稣徛伫革哩撒利湖边，有一群人挖过去要听上帝的话。伊看到两只船停伫湖边，掠鱼的离开船，在洗网。其中一只是西门的，耶稣上迄只船，叫伊搁小看离开岸，然后坐落去，对船顶甲是众人。耶稣讲煞，对西门讲：甲船挖去新的所在，下网落去掠鱼。西门应讲：老师，阮拼规暝拢掠了。毋过，你倒伫讲啊，我就来落网，因一个放落去，网着真侪鱼，网煞用要破去，因一手叫别只船的同伴来斗骹手，因就来将鱼堆伫两只船，堆甲满满，煞用要沉落去。西门彼得一直看到，就跪落去耶稣的脚前，讲：主啊，请离开我，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西门甲伊的同伴，因为掠着遮侪鱼，真着惊。西门的同伴是彼太的囝雅各甲约翰，嘛真着惊。耶稣甲西门讲：毋免惊，对打以后，你会得着人。因拖船换岸了后，将一切放下，去对耶稣。愿上帝赐福领受伊话语的人。献诗，本周献诗迦南会北部大专团契。献诗的歌曲有2首：眼光信心的旅途。献诗煞，请迦南会北部大专团契申永顺老师讲道。申永顺老师今日要讲的信息是信心的旅程。
一条道路。
水总是诉说，天父在看顾。各位新闻家大家平安，真欢喜，今日有这个为北部来的教会和咱做伙同一礼拜。伫顶礼拜，咱有八甲塔府城合唱团也透过音乐伫遮和咱做伙敬拜。今日咱嘛有嘉南会北部大专团契伫遮和咱做伙来敬拜俄勒上帝。透过音乐，互咱会当亲近咱的上帝。牧师嘛简单搁一届介绍这个嘉南会，等下咱的沈永书老师也搁较详细介绍。但是为什么嘉南会今年会来到伫咱的教会，伫遮有一个献诗，以及等下有一个见证？其实嘉南会和咱的教会嘛算真有关系吼，因为因虽讲伫北部，但是有侪南部的学生要读大学的时阵，就会走去伫北部来读册，所以伫这间教会就提供了学生的宿舍，互学生通住伫遐，嘛互学生伫遐有受到真好信仰的装备。所以像咱年轻长人的大汉查某囝信仪，咱的圣歌队长的后生燕群，嘛拢伫台北读册的时阵，嘛拢伫这间教会咧聚会，嘛拢伫这间教会受到真好的装备。我的牧师娘丁翠师母，伊伫台北的时阵，嘛是伫这间教会咧聚会，所以安尼讲起来，这间教会和咱的教会嘛是算是真有关系。所以这间教会帮助侪的青少年，也帮助侪社青，互因通伫离开家己原本的所在，到伫台北，到伫一个
青云的所在，有望有一群信仰的团体，互因会当相甲扶持，相甲会当帮赞，也会当相甲伫遐做伙起造信仰的群体。所以我再邀请咱搁一届用拍谱啊，搁一届有只大声甲因鼓励。好，所以所来要邀请这个伫因教会中，因的团契的辅导，嘛是因的老师孙永顺弟兄、孙永顺老师，要来和咱做分享信息，伊嘛含伫伊的信息中，嘛邀请一位学生来做伊生命的见证。所以来这时，咱嘛就将时间交咱的孙永顺老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都感谢上帝的恩典，甲夏牧师、谢牧师、甲郑牧师跟兄弟接待，我有这个机会，咱甲做伙来敬拜、来学习。我想，阮教会成立66年来，对于郑牧师上大的意义，就是阮培养一个师母吼。感谢主，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来到你面前的时，请圣神伫阮的当中来同工。阮拍开你的话语的时阵，同时也请你拍开我的心眼，拍开阮的心，互阮看见你的话语、真理的奥妙甲大能。感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我首先爱跟抱歉要食台湾米但台语实在是袂啥认得，所以我待会用分享的是用国语来跟各位做说明华语。我细汉的时一直认为讲我的名是阮爸爸妈妈希望我永远孝顺伊。但是我较大汉要读高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讲毋是呢，是阮爸爸妈妈足疼我，希望我永远顺顺利利啦。我20岁信耶稣的时生日迄天，阮牧师甲我讲永顺你这个名足属灵的。我讲牧师，我的名拢菜市仔名，哪会属灵的？伊讲上帝爱你永远顺服啊，因为顺服就蒙福啊。阿门。所以那时候我就从这样的教导开始，我就学习顺服。其实呢，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因为顺服需要什么？信心。所以我特别用信心的旅程跟弟兄姐妹来做分享。所以以下我就用华语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刚刚夏牧师跟郑牧师都有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大专团契。民国48年的时候，有一群圣教会的年轻人到台北去学习聚会，就发现流失的人很多，大概90%都流失掉了，没有好好的聚会。他们觉得很需要一起来聚集，所以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叫做圣教会大专团契。60多年来，培养了好多的年轻人。刚刚牧师有讲，我们好多的中南部的弟兄姐妹上去，我跟各位报告，我们大概有2/3都是中南部的孩子到台北去。我目前为止呢，有7个宿舍，可以接待在学生，可以接待社青，大概可以住到40-50位。所以贵教会的信仪啦，或是现在的燕群，都住在我们教会过。我自己本身是从高雄到台北念书，我也接受教会的接待。我到教会30几年的时间，当大专团契的辅导有30几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教会在台湾是一个很传奇的教会。到目前为止，他就是用学生福音工作当福音的工作主要的意向，也写自己盖堂。到目前为止，在荣耀神的恩典，一直在做学生的福音的工作。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位，老小也都有。事实上是一个社区的教会，但是因为它的地点在台大跟师大中间，所以我们属灵的前辈很有战略的眼光，在这个地方得到很多大学生成为主的门徒。各位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师大的学生，他当老师，毕业以后，他到学校去教书，1年可以接触到100-200个以上的学生，那就是一个福音的精兵跟种子。感谢主。那在这样一个团契当中，我们透过真理的追求，团契的生活，晚上在一起的这个生活的交通，一起成长。所以在这个教会当中，培养了很多的珍贵的友谊。我记得我们昨天在12时教会做一个青年团契福音聚会服事的时候，还有一位住在高雄的姐妹，是以
坐着火车，骑了摩托车来送了2包这个好吃的东西给我们，那我就感觉到那一种主里面那种情感非常非常的真情真挚。然后我目前有5个团契，跟贵教会一样，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团契，然后有宿舍，欢迎弟兄姐妹如果到台北参加团契或是特会的时候，需要短期的住宿，我们都很乐意来做接待。我们也有一个营地在苗栗的通霄的迦南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使用。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信心的旅程。每一个人的人生，就算一段不容易、有不同意义、有不同上帝带领的旅程，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在寻找的就是不同的方向、意义跟盼望。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从我们信主开始，它不是一个静态，好像每一天每一天它就稳定的成长，其实不是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有高有悬有低。有当时咱真热心，但有当时咱真低迷。有开始，嘛有挣扎，嘛有更新，嘛有定定透过一些牧师的勉励，我们有很多的热情跟使命。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诗慧刚刚带领我们的，我们要来看一下大使徒彼得他信心的起点。我们也来思想一下我们信仰的跟随耶稣基督以前的起点。这张 PowerPoint 里面，我摘要了使徒彼得在新约圣经当中他不同的信心的历程。他的起点就是在革尼撒勒湖旁边接受耶稣基督的呼召，让他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之后他跟随耶稣以后，耶稣把他改名，从西门叫做彼得。后来跟随了一路耶稣传福音行走，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听过耶稣传讲的天国的福音。但是在耶稣快受死的时候，他竟然号称勇敢的大使徒3次不认主。那耶稣复活了以后，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对他说3次你爱我吗？他是生命的另外一次的翻转。甚至他在布道的过程当中，带领了耶路撒冷的信徒们，坚固了他们的信心。最后据说他是被押到罗马去，被倒钉在十字架上来做殉道的。这是整个彼得他信仰的旅程。但是会做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信仰的见证，最重要的开始是在革尼撒勒湖旁边的那个呼召。所以刚刚大家所读的11个小节，就是在11个小节里面耶稣对他的呼召。刚刚大家都读过，容许我把重点跟各位谈。我把它分成3大段。第一大段在第1节到第3节，耶稣站在革尼撒勒湖讲道的时候，很多。他看到有2条船在湖边，其中他就选到西门彼得的船，叫他开往离岸一点，他好更方便讲道给更多人听。所以第一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是拣选了。明明有2艘船，为什么耶稣基督选了西门彼得的船？因为上帝在西门彼得身上有他奇妙的计划。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不是一个偶然，有上帝很奇妙的计划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耶稣讲完道以后，就对彼得说：把水开到水深之处做什么呢？因为耶稣知道他前一个晚上他没有抓到任何的鱼。耶稣要让彼得去经历他是一个神子，他就对西门就对耶稣说：我们整夜劳碌都没有打着什么，我们是专业的渔夫，你是一个木匠，你要叫我们重新回到水深处去打鱼，很奇妙的。但耶稣讲的话，彼得听从了。彼得说：我就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不晓得大家以前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压抑？可能更压抑的是他把网丢下了，跟随了耶稣，对不对？可是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怀疑，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让彼得马上听耶稣的话？容许我下面几页再跟各位做分享。彼得就跟着其他人去下网了，捕了好多的鱼，多到个地步，
网险些裂开，就招呼那个船上的同伴一起来帮忙，不然鱼拉不上来啊。要拉上来的时候，竟然要把那个渔网要把它撑破，船要沉下去了。西门彼得看见以后，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如果是一般人的话，我们可能大声鼓掌说：“哇，这太好了，主捕了那么多的鱼，我们可以换卖多少钱？”可是彼得他第一个反应是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又为什么呢？我们待会一起来做解答。他和一切人就惊讶这一幕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于是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2只船放下了，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里面有2对的兄弟，一个是彼得跟安德烈，一个是西门跟彼得，跟雅各跟约翰。这2对兄弟这一次遇到耶稣，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们去看马太福音4章跟马可福音1章，就记录的耶稣曾经在渔船上面呼召过这2对兄弟。马太福音第4章跟马可福音第1章所记载的是这一些渔夫、这些门徒，他们正在捕鱼。我们现在刚刚读的路加福音是他们根本没有捕到鱼，在洗网准备要收摊了，所以基本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当第一次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跟第2次呼召他们的时候，有一个时间的间距，而这段时间很显然，他们又回家去捕鱼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被耶稣基督的神真理激励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的跟随，好像有时候我们又把那个跟随的脚步又放慢了，甚至又回到原来信心的起点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2次的呼召。可是你再往前看的话，对于西门彼得跟安德烈来讲，这个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不是他们第一次的呼召。更早之前在哪里呢？更早之前在约翰福音1章35到34节，大家可能还记得施洗约翰跟随了2个门徒。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完以后，那2个门徒就是去跟随耶稣了。那2个门徒是谁呢？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所以在那个时候，彼得、安德烈就已经跟随耶稣了。在那个过程当中，彼得跟安德烈一定知道耶稣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当他们第一次跟随的时候，没有完全的跟随；但第2次跟随的时候，特别把鱼打上来，网险些裂开的时候，彼得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原来是有一个这样的前因后果的。这4个门徒打鱼之后，虽然他们回到他们原来的职场，到底是软弱离开，还是耶稣的时候还没到，请他们回去继续做他们工作，我们不晓得。但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我们每一个专业在神面前的训练，其实都是有用处跟有用意的。如果耶稣要选召我们，不一定选召我们是全职，神也会用我们带职的专业来成为在我们职场里面，叫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渔夫，得人的渔夫。所以人在蒙召之前所学的不会是突然的，只是蒙召之后，我们的网目的不一样的，我们的船目的不一样的，为了就是要为主得人。包括我在学生时代，那个时候立志做一个福音的老师，但我也知道这是上帝的带领，但我也很羡慕全职的传道者可以全时间的读经、祷告、陪伴。我相信上帝对大家在座每一个人的带领都有他的美好的意义。很快的，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当中主要的重点。信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聆听开始的。彼得整夜的劳力却一无所获，对他来讲，那一天晚上一定又失望、疲惫、沮丧。这是象征我们人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人力有限，对我们的工作、事业、家庭，甚至我们未来的前途，
是无人为力的。耶稣于是就上了西门的船，船代表什么呢？船代表彼得的职业，是他生活的中心点。耶稣走入了彼得的生活日常的中心点。同样的，当我们祈求软弱的时候，耶稣也会进到我们生活里面来帮助我们。信心的第一步，不是我们要先做什么，信心的第一步乃是先聆听耶稣基督对我们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刚刚的经文当中，耶稣对彼得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当我们愿意去经历上帝的时候，先从聆听开始，顺着神的话走到水深之处，我们才可以真实的经历到他，我们才可以很真实的回应耶稣基督的话。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耶稣等候人的听从。你可以想象吗？当彼得如果没有听从耶稣的话，还自以为我是很有能干的渔夫，你是木匠，不听他的话，他经历不到这样的神迹。所以对神的跟从，对信心来讲，从聆听开始。信心不是一种心理的暗示，也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是根植于神的话语的权柄。罗马书10章17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巴特，他强调说，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对神话语的顺服与回应，顺服跟回应，这才是真正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失败、生命枯竭的时候，往往是我们生命当中信心旅程要重新出发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是不是也很软弱？我们是不是也失去起初的热情跟爱心？我们问一下，耶稣基督今天是不是在我的船上？即便耶稣在我的船上，我愿不愿意让他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呢？有一个年轻人，他四处找工作，投了一大堆的履历，都失败。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长辈就建议他说：“你的履历应该是这样写，应该从企业公司的需要来彰显你自己的专长。”他听从了，他下一次按照这个长辈所的教导写的履历，他就录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挫折不是结局，那个挫折只是让我们学习在不同的方式重新开始而已。所以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回到神面前来，听圣灵微小的声音，他会告诉我们怎么做。彼得就是这样，他努力了一夜，得不到什么，但是因为耶稣的话，他就努力在尝试。我们在事业、在家庭、在学业当中，也可能是一无所获的时候，但信心的旅程是可以从听耶稣的话开始的。耶稣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象征着属灵的生命必须要在那个水深之处，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时候，看不到旁边有谁可以帮助我的时候，要面对更深的生命的对付，更深的生命的经历。我2个孩子国小6年级毕业的时候，我太太把他安排到美国的牧师的家里面去参加一些夏令会，但是叫他们自己出去，自己坐飞机，自己转机到国外去。我心里面有一点不太妥当，但是我太太的信心很大。我太太说要让他进到水深之处，让他学习去面对上帝。果然后来我2个孩子都顺利到达，当然也顺利回来了。但我发现他们自己对上帝的经历就会很不一样。我的老二在旧金山在转机的时候，他说他找不到路，他用他非常破的英文，他心里面就祷告说：“上帝，请你让我一个人可以找到，可以让我来问路。”所以他就找到了，就顺利到Ohio州去。这是一个我家庭当中一个小小的经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离开老我的生命的经验，
我们整夜劳碌没有达到什么，那是因为我们过去习惯按照我们过去旧的经验，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面前来，得到耶稣基督新鲜的启示，按照他的话，我们才可以见证并经历上帝的丰满。在第6节到第9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选择。彼得虽然有怀疑，彼得不是没有怀疑哦。彼得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达到什么，但是他选择因你一句话，我就下网。”我刚刚有跟各位解释了，从施洗约翰的跟随的门徒的跟随，到第一次是他在打鱼的时候，他见证过耶稣的大能。每一次的信心的经历，都成为我们未来信心的基础。所以这一次，彼得没有第2句话，他就选择顺服耶稣基督的话，他有这样的果决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彼得他是迟疑的话，他仍然是忍夜劳碌一无所得的结果。可是今天他如果顺从耶稣基督，他得到的结果就是网住许多的鱼，甚至网险些裂开。神迹的丰富显现出神超越的恩典。彼得可以经历，我们也可以经历。我们看到彼得的反应是惊讶，而不是炫耀。一个真正从神耶稣基督生命得到的信从，是从敬畏的态度开始的。我们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得到怎么样的丰盛跟收获的时候，我们都要发出一个敬畏的心。这样的恩典是从上帝来的。信心也不是建立在结果可见的事情上。同样，彼得并不是先看到满网的鱼他才相信，他乃是建立在他对基督耶稣的信实上面。加尔文他曾经说，信心是确信神的应许必然实践。后面那句话更重要，即便环境看起来很矛盾。信心确信是神应许必然实现，你就有这样的相信，即便眼前的环境看起来是矛盾的，而你仍然愿意跨越理性的计算，进入到神的主权当中。信心的表现就是敬畏上帝，顺服上帝的主权，他怎么样说你就怎么样做。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常常用经验来判断那个可能性，就好像彼得也很可能按照他渔夫的专业经验上去评估一样，但我们却常常忘记耶稣基督他是超越自然的主。顺服并不等于没有疑问，而是在疑问当中仍然选择相信。阿们。顺服并不表示你对环境没有疑问，而是在那个疑问当中，你仍然选择敬畏上帝，选择相信。彼得一开始可能是半信半疑，但神迹发生了，满网的鱼为他的信心得到实践。信心不是没有犹豫，而是愿意跨出一步的顺服。神的祝福跨越人的想象，所以让彼得惊讶。有一个人很厉害，他在悬崖上面可以走来走去，他是一个表演者。他勒了一条绳子，在悬崖两边很自然的走来走去。后来他回到旁边的时候，就问观众说：“你们相不相信我除了走以外，我还可以扶着独轮车走过去？”大家都说相信，他就问说：“谁可以跟我上去？”一片安静，没有任何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子，信心也不是口头上的相信，而是要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神要我们经历他的突破，但需要我们对他的信靠。最后这段经文谈到，彼得看见神迹以后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遭遇圣洁的主的时候，人自觉的就是觉得不配。耶稣他回应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神的呼召会超越人的不配。门徒最后他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这是信心旅程的高峰。从此信徒们的人生目的不再是为自己得福去捕鱼，而是进到神的使命当中。那是一个真正蒙福的开端。真正的信心必须要导向跟随跟委身。有个神学家彭霍费尔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死的时候，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呼召他来死。这个死不一定是殉道，可能也是殉道，
但这个死是对世界的诱惑不再有反应，世界的诱惑对他来讲不再构成任何的诱惑。信心不仅是经历的神迹，更是经历到舍己的道路当中，是进入到神国的使命当中。彼得他信心的旅程进到一个最高峰的当中，就是他撇下他的渔网来跟随耶稣了。你看不到他第3次的跟随，因为在第3次以后他就永远跟随了。有一些宣教士，他们的生命就是跟彼得一样。这边是威廉·克里，他是一个近代宣教士之父，他的故事很感人。他原来是一个鞋匠，但是他接受呼召到印度去宣教，他翻译了10几种语言，成为后来许许多多国家人们信主的帮助者。另外一位，我想大家很清楚，叫马礼逊，他是一个英国人，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他也顺服来到中国。他到中国以后7年，没有任何一个人信主，但是他默默地做一件事情，就是翻译圣经，写圣经的注释书。故事很多，我不浪费时间讲。最后，他写出来的圣经，成为我们许许多多华人，包括和合本圣经，我们都是依赖他这个翻译来的。他的见证就好像彼得放下渔网，他放下了很多的安稳，跟随着耶稣，他克服了孤单，克服了寂寞，他走出来他信心的旅程。最后我要跟各位分享，我们是否还为着得鱼的心停留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呢？还是我们愿意迈向得人如鱼的信心的使命的阶段？信心的使命不是忠于一网打尽的收获，而是撇下所有，跟随耶稣的丰富。彼得他的反应是有罪的，他承认他自己的有限跟不配，他领受了耶稣基督得人的呼召，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使命。这是我们一个学习顺服的榜样。信心的旅程最终不是得鱼，而是得人，而不是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祝福别人的器皿。前台东基督教医院的院长，他叫做唐维义，他今年95岁，他现在回到美国去，他有时候回来台湾，有一次也到马偕医学院来分享。他最喜欢分享的一个是这样的故事，他都喜欢送下面这样一个钥匙给学生，而且没有打孔的。他跟学生分享一件事，他说：“你如果要做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要像这样一个钥匙胚一样，钥匙胚就是还没把那个刻痕刻过的，你要接受主的切割跟打磨，合乎主用，预备要去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开一道门，把祝福、把赐福、祝福带到人们当中。”这个故事给人家很多的反省跟深思，所以我要讲一个见证。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3年前提早退休，她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圣地，这是她人生最大的希望。可是就在她出发前1个礼拜，她看见这个新闻，这个字有点小，那个新闻说，以色列人90%几都不是基督徒，他们甚至在迫害以色列当中的基督徒，甚至在迫害他们以色列人的坟墓，迫害他们的教堂，还是有蛮激进的犹太徒做这样的事。我太太，抱歉，这个姐妹就是我太太，不小心讲出来。她有一个感动说：“上帝，这18万，我不要去耶路撒冷，我要把这个18万奉献给以色列人、以色列基督徒的教会。”所以她就不去了。我就说：“你这样会不会有点太可惜？”她说：“不会，上帝感动她这样做。”她不像马礼逊做那么伟大的事。可是他把一点点的他的兴旺化作别人的需要，化作主内肢体的需要，即便是以色列的基督徒，他一个都不认识，可是他愿意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上帝感动你，愿意付出一点点的心力来服侍你所爱的人，你愿不愿意这样做？我做一个简短的结论：3个信心的旅程，彼得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从失望到盼望，因为他愿意听上帝的话。第2个旅程，他从怀疑到盼望，他跨出顺服的一步。第3个旅程，他从得鱼到得人，回复了主的呼召。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目前是在哪一个阶段呢？愿意让耶稣进入你的船吗？进到船以后，你愿意顺服神的掌管吗？你愿意撇下渔船，踏上得人的使命吗？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踏上信心的旅程，不是要领受恩典，而是要活出使命。接下来我们有一位社青，他要来见证他职场上面他经历到的见证。他叫泽棒，他是东海大学化学博士，现在在药厂做研发的主管。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平安。我是彰化囡仔，细汉时阵也会晓讲台语，但是愈大汉愈讲了愈袂认真。所以较等呢，我的台语甲国语难咧讲，希望大家莫气嫌。我是2006年伫东海硕士，13年食头路。即摆已经有10年伫药厂做研究的经验。即张图呢是我请电脑甲斗相共画，即摆电脑毋但会经偷刀，嘛要画图。有2个重点一个是左边是西方的油画，右边是东方的水墨画。就是可以看到东方的水墨画里面虽然有很多空白的地方，跟西方的油画那种把所有的颜色都涂满不太一样，可是你可以看见，就是那些空白的地方其实有它的价值以及它的美感。那故事的内容呢，2幅画都在讲同一件事情。我们都那2幅画都在讲以利亚在罗藤树下休息，然后呢他眼前看的山呢是河烈山。那正常来讲是看不到，因为他走40天才看得到河烈山这样。对。那这个故事呢，大家都只记得几个步骤就好。他前面有一个成功，然后后来跌倒，然后接着呢，上帝给他一棵罗藤树，让他可以在下面休息，然后接着最后他走向上帝让他走去的河烈山。好，就是这个步骤。这个是见证地图，对今年开工以后，我就足侪机会讲见证想讲规期图画要讲倒位，较简单甲家介绍。这内底有20-30个见证，但是今日袂安尼讲啦吼，讲袂了。好，今日要讲的是2018年到2022年这个时间发生的代志，嘛是我伫食头路的时阵的过程。过来用国语吼。在2014年的时候，我进到宜兰的药厂，那个时候有很深的祷告，然后所以当进到宜兰的药厂的时候，其实就是下一堂要分享的内容，对。然后呢，好像自己来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峰，那可是之后呢，因为自己开发的理念可能跟公司有点出入。所以就是面临了一个很大的跌倒，这样。所以就在2017年的时候离开宜兰，然后住到教会，然后在那一年也开始报名华神的课程，然后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一个很大的挫折，所以一开始修的课就是约伯记，想说上帝到底对我所经历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样，然后在那个失败里面，在这个失败里面呢，我有2个很大的挫折点。第一个是自己的开发理念到底对不对，开发药物的理念到底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自己开发药物的技术到底有没有价值。而在这个过程中呢，上帝借着一对新婚的夫妻，给我一个鼓励跟安慰，让他们告诉我说，我开发的药物对他们有极大的帮助。一般来讲，作为药物的开发者，他其实没有机会跟使用药物的人接触，因为中间开发的人、药厂、医院、医师，然后才是患者，所以中间距离其实很远。但是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大的恩典，他先鼓励我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开发药物的理念是好的，然后再来是开发的价值到底有没有意义。
那个时候呢，我收到了一个邀请，一个来自香港的工作的邀请，然后对方开出一个很好的条件，但是中间我其实有不少的犹豫，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到华神，我从下班然后要到华神的上课的途中，对方又跟我联络，就是对方真的很有心，就是包含我在怀疑我到了香港能不能继续我的信仰生活等等的问题，他还找公司里面的基督徒来跟我谈，就说我们在香港我们去聚会什么都没有问题，那香港没有在打压那个基督徒这样之类的东西。然后那一天我记得在路上的时候，他们打电话给我，然后对方跟我讲说，我们这边真的很想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合作，然后呢，我们开出来薪水是1年180万，最终拍板，对，就是你一来就是1年180万，然后你不用付任何资料，你只要把基本资料给我们，马上帮你办签证，你就很快就可以过来这边了，这样对。就是对方也真的很有诚意，然后这个价位我也真的很心动。那作为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就是要祷告，所以我就跟对方回说，那你让我这个周末好好的祷告，我下个礼拜一回复你说我要不要跟你们合作这样。在周末的时候，我跟上帝有一个小小的对话，就是我真的很心动，然后我就问上帝说，我可不可以去啊？我说那个180万不容易赚，这样对。然后上帝只回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在哪边我可以最大的使用你？在这个过程，我深深的觉得好像是在台湾，对。那我就跟上帝讲说，我觉得我在台湾你会最大的使用我，这样。然后上帝没有回答，但是我知道，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平安，没有惋惜，然后那份焦虑也消失，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对的决定。虽然就是那时候上帝之后给我的经文是这样虽然前面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其实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知道，你不管怎么走，就是上帝会带领你这样。就是故事到这边，那较早人的放假吼，那搬到家，因为之后就有一个很大的恩典进来，好像你会赚很多钱。其实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对。之后我过了大概3年的时间，这3年没有加薪，没有年终，我就是靠每个月的月薪过生活这样，对。然后但是然后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真正药物开发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所以那时候看起来好像这3年，包含前面离开宜兰的那一段时间，是一件很挫折的事情。可是，在经历了这段时间的时候，忽然发觉说，其实那个时候的空白，有着上帝很独特的恩典。我学到了很多，就是除了研究之外的东西。那些东西呢，很好玩，然后我不敢说会变成我的兴趣，但是的确让我长了很多的见识，然后也让我的经历变得更丰富。就是虽然很多东西好像停着的，可是其实上帝给你添加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就是刚刚我讲了嘛，就是那个故事，就是你有一个属灵上面的胜利，然后你跌倒挫折，然后上帝让你休息。所以对我来讲，那份香港的工作邀请，就是上帝给我的罗藤树，那只是一个让你短暂休息、安慰、鼓励的地方。那我的河烈山在哪里？我要去找我的河烈山。那个时候正好，如果大家都还记忆犹新的话，那时候正好台湾或者说全球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肺炎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台湾因为疫苗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纷争。然后作为一个药物的开发者，对于台湾的疫苗被骂成那样子，其实是一件很心痛的事情。对，就是因为你真的很真实的知道，药物开发的过程中，其实比很多事情都要艰辛而且严谨。所以那时候你跟上帝说了一句话，就是
我跟上帝这么说：主啊，如果蛋白质的技术是你要祝福台湾的，那我愿意在当中有份。当我讲完这段话之后，大概2个月吧，我就到了我现在的公司。就是在那个求问的过程中，我常常跟上帝这样子说话。然后这段经文其实不只在生命很挫折的时候会出现，我觉得它好像在我的生命各个阶段都会出现。当我软弱的时候，我求问他帮助我，就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对神就有一个新的认识。原来约瑟的神也是我的神。然后当在现在一个困难的时候，原来摩西的神也会是我的神。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原来以利亚的神是我的神。虽然我现在的工作就是给出来的薪水还不如当初香港公司的，应该是说比香港那时候开给我薪水1半多一些些，但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当我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它的价值远远高于我在评估我工作上面价格上面的重点，而我深知到就是这个技术确实是上帝用来祝福台湾的，而我在当中也与上帝一起同工的。俗语来讲，旱钱唔惊落土烂，只求枝叶代代传。就是我们的信仰，不仅仅只是我们自己的信仰而已。当我经历过摩西的神也是我的神，以利亚的神也是我的神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期盼，就是尤其是在座有很多长辈，就是有一天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后代跟我们说，阿公阿嬷的行嘛是我的行，还是爸爸妈妈的行嘛是我的行。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因为时间不太够，最后结语大家就稍微自己看一下。我们把时间交给永顺哥。谢谢这帮弟兄。180万是他的水深之处，但他选择顺服，要服侍上帝。他现在在做的制药工作对台湾很重要，我们继续为他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学习彼得的见证，所以让我们的信心不凭眼见，乃是在你的权柄跟话语当中，赐福我们富强教会项牧师众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为你所做的，我牧养的美好的福音。谢谢你赐福我们教会，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一首诗歌来带大家一起来做回应，很熟悉的诗歌，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唱《丰盛的应许》。会唱我们一起来唱，好，来。来宣告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来唱好吗？信心领取，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用信心来支取上帝的应许，敞开
开我们的心，我们再来唱一遍。你仰脸放说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让我在你的手心。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是依靠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等候，我相信。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是依靠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咱感谢主，通过大专团契因所吟的诗歌，咱搁一遍经历上帝的同在。我们可以请坐，好，谢谢。下面咱短短时间要来特别做一个祈祷的服侍。咱的这条诗歌开始吟的时阵，咱请几位敬拜团的兄弟吼，会当用麦过来带咱做伙唱。这首诗歌是赐我自由。伫咱唱的中间，咱兄弟姊妹像拄则沈良顺老师所讲的，彼得因为信心就行往前，像阮耶稣，咱嘛是同款，用信心仰望主，求主施落伊的医治伫咱中间。所以咱开始吟的时阵，咱就欢迎5楼、4楼的兄弟，你有需要祝福、需要代祷的，无论是肉体上的病痛、心内的软弱。也是你有看虑的事、烦恼的事，需要上帝甲你引带；也是你为了亲人因的健康需要代祷的，你免客气，行到头前来。咱的长老、咱的小组长，咱的这个代祷团的同工要为你做服侍。咱来吟这首诗歌，赐我自由。自由的心啊，请你也免客气，到主面前来。学习进入彼得，仰望主就问主，到我的来挂住我心活中的忧，咱排较贵袂要紧，排较贵。挂住我心中的不安。咱长老，咱代祷团、小组长、区长拢会使吼，咱做来服侍。就自由，虽然罪恶，路苦担当，主的心为我主，主的心啊，搁一遍，主的心，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罪恶，路苦担当，主的心为我自由。咱音乐细声继续，咱这时要请同工为着头前行到主面前，要通过主的帮助甲医治，兄弟咱为着因来做服侍。咱音乐会当搁开始细声来吟。赐我自由，哈利路亚！愿主的神同在伫咱中间，赐落医治，赐落透放，赐落平安，伫咱有渴望要得到主医治的兄弟身上。我主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
到位，到位就有作用。世间水有哈利路亚！主应允咱伫伊面前的祈祷。哈利路亚！主的行为，予我自由，使我自由，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请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我出我生活中的忧愁，我出。我心中，咱要请兄弟站起来，咱做伙来唱。这条是歌副歌。主的心啊，你到位，到位就有作用。世间水有落苦难当，主的心会予我自由。咱因我继续要奉主的名来为着头前这兄弟来做祝福，也为着心中有需要兄弟，咱求主应允，伊的透放，伊的医治，伊的平安，伊的祝福也临到伫咱中间。主啊，上帝，阮通过拄则的信息，比得伊安怎，因为顺服来就阮主，主你就赏赐伊超过所求所想。爸上帝，阮也要学习这款的信心。这兄弟行到伫主你的面前，有的有肉体上的病痛，有心内看虑甲烦恼，也有的是为着因所要进行的事，要求上帝来亲自看顾甲应允。主啊，无论大家人的需要是甚物，上帝你知影我的心思意念。当阮勇敢到主你面前，勇敢开喙祈祷的时，主你要应允。你要赏赐，你要行新业技术伫阮的中间。阮也为着在座兄弟姊妹中间，无一定到头前的，也是线顶兄弟，有欠路、法律甲欠亏，特别有的兄弟因为病痛伫病院咧受照顾，有的咧静养的中间，愿上帝你同款赏赐你的平安、医治甲透放。因为主你，互阮伫人的溃烂的以外，主你赏赐迄个人袂当测度。上帝你的大能甲恩典伫阮中间，互阮时时经历了上帝你同在所带来迄个改变、迄个喜乐、迄个健康甲迄个平安。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拍拍感谢主，请坐，请坐，请回座，请回座。咱个时间交予咱的执事准备要来做奉献。奉献，咱做伙来奉献。请起立，做伙
的手奉献希望。会众请坐，咱做伙来读本月金句，看后壁。咱做伙来读，最敬礼的，着顺服父母，这是信主的人应该有的本分。报告，以弗所书6章第1节。报告，第2页后礼拜的聚会是高林清长老。第4页。本会今日8月30日主行迦南会北部大专团契见证会，我们再次欢迎他们。第2点，本会举行社教49系列活动，请大家多多参加。第3点，第3期中保大道服饰团，请大家报名参加到今日了。第4点。本会伫第9月7日推动第8期的幸福小组。第7点，本会定于9月28号举行篮球联谊比赛。下来请校务司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哈，咱今仔日真欢喜，咱的迦南会北部大专团契来中间用诗歌来见证。也听过孙永顺老师用主的话来勉励咱，佫有见证吼。咱佫一遍一个捧声感谢，多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请坐。咱等下第2场，因又还要佫做一遍的复赛啦吼。咱嘛真欢喜，咱昨昏吼特别为着咱的英旗甲结余因过灵礼拜，咱今日看到新郎新娘有倒来咱中间，咱请因两个站起来，新郎新娘让我们欢迎好不好？好，谢谢你们，谢谢。咱这个英旗甲结余吼，因是伫台中啦，住伫台中吼。咱嘛恭喜咱的英旗医师呢，伊对明仔载看，讲9月份开始，因原来是伫中山医学大学伫做医生，即嘛因家己有甲朋友做伙开小儿科诊所啦吼，咱为祝福祈祷。期待呢，咱的结余吼，恁若回娘家吼，毋是干那等于恁妈妈因兜吼，我来咱教会嘛是你的娘家吼，欢迎你们。咱嘛甲咱的署名队长佫因的家人，甲因拍拍鼓励，欢迎好，谢谢，甲因祝福，谢谢。有一个小报告吼，时间无够，有一个小报告。咱早起有兄弟吼，赶紧坐车要来，坐计程车要来做礼拜，甲锁匙放伫车顶。毋知有人锁匙无去无？坐计程车恁的伊有主旨是讲崇善路啦，崇善路232巷。若有找到袂？若有赶紧来摕吼，锁匙哦会当甲咱的魏鹏长老摕，无恁转去，等下袂当转去厝袂当入去吼。好，做一个小小报告就好，就是讲咱芭蕉塔合唱团吼，咱拜3要演唱会，演唱会咱。伫即个演唱会有人登记票的有登记票的咱会记哩礼拜煞，甲咱的圣恩干事来领通好拜3要听演唱会，你才有票通好入去，安尼就对啦好，咱有礼物要送互咱的，有新朋友吗？来，新朋友的资料给我一下。童工，请放新朋友的资料。好，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叫做崇家宏弟兄，来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好，多谢。咱时间的关系，咱就其他的报告咱就无家己来看好。上云会众请起立，
做伙唱上云诗歌，愿主赐福保护你。诗歌了后，请牧师祝祷。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应更变救你，也应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守使你平安。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刷，甲迦南会北部大团契弟兄姐妹同在，也是平安遐恩典疼痛，伫咱所有兄弟姊妹中间，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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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咱请坐密祷来避讳。